再来看到对话理解，对话理解咩用用？你做咧先理解各则现项嘅意义，再来注意听题目，你下对话嘅线索度方来选出正确嘅答案。以这题来说，选项一納屋税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交房租。选项二送錢本人，意思就是送钱给他。三冇本人骗，没有被人家骗。C 向他出钱，一起出钱。那4个选项意思我们都了解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段的对话。汉斯就按酷诶，还险险本老位骗到。好在有人讲本爱分享，希望我连木水都会拿唔出咯。请问，什么嘢同谁来嘢天数做马嘅？刚才在对话当中，女生是说：“你就已经这么苦了，还差一点被骗子骗到。”男生回答说：“幸好有你告诉我，让我清醒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连房租都缴不出来哦。”请问女生和男生帮忙做什么事情？要用使你的谈的时间，就要注意听里面的关键词汇，特别是客语的特征词，比如说汉斯，汉斯你就按苦诶，你就已经这么苦了。还险险本老位骗到，老位就是骗子。好在有人讲不爱分享，幸好有你说让我清醒。希望我连木水都会拿唔出喽，要不然我连房租都会缴不出来哦。请问女生和男生帮忙做什么？好，我们都可以从这4个选项来挑一个最适当的答案。女生有帮男生拿木水钱吗？没有。女生有送钱给男生吗？也没有。女生有一起出钱缴房租吗？也没有。女生只是让男生清醒，某本影片，所以这题是选3号某本影片。因此我们在听对话理解的时候，就是要听出里面的关键词，听出他们是在讨论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，然后是他们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。